我觉得很 OK 很好啊，对啊，那他的数据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啊，16中9，那些14中8，我觉得很 OK，他是有达到我们对他的要求。那我觉得，那接下来Brandon 只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他才练球不到1个礼拜，4次团队训练，然后他能够记得战术跟我们的防守的一些设定比较少。对啊，那但是以他自己的个人能力跟第一场跟队友搭配，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子，已经很难能可贵了。Yeah, I mean the crowd was amazing. I think having the fans really helps feed off their energy and their them cheering us on, and it helps a lot. So it's a lot different from the SBL. So I felt good having fans cheering us on, and the atmosphere was a lot different. 他说有球迷很多在现场给他很多的人员，这个的确是跟过去有点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球迷的加油声让他打得更有力一点。亚篮需要出赛的10人以上这个规定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说能够出赛的话，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那可惜最后的话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说最后还是只有7位球员可以参赛所以说最后的话就说只好忍痛决定做出这个弃赛这个决定了。那原本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在日本，当日本疫情是很严峻，可是如果以采取所谓泡泡模式的话，我们当初有跟体育署有申请包机的一个情况。那体育署还在研议当中的时候，刚刚我们秘书长特别讲到，当他研议的时候，他在1月22的时候就发一个 email 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日本无法举办锁国的情况之下，他改到了卡达。那顿时，其实我们所有的不管是防疫的措施跟我们的方法，都是以朝日本的方向为走那个一个方式。所以当我们决定的时候，跟教练团去告知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短的时间去反应，我们也跟体育署也有说明说，在这段时间来讲，是不是有可能采取包机？那当然，这个情况大家都是在所谓的有可能的情况之下，但是正因为没有航权的关系，所以体育署也非常的帮忙，是在我们的所有的队职员都是给予商务舱的一个待遇，原因是希望把这个染疫的空间当中，大家有多的空间，还有包含所谓的零用金的提升，还有生活经历的提升。所以在国内跟我们要出发前跟我们回来，这些都不会担心。但是教练团比较担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在当地染疫，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同样在亚篮的视讯会议当中，我们也特别强烈提出，如果在当地染疫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处理？其实回答也是很 SOP， 就是说先隔离确诊，然后再送医治疗。可是后续我们再问他，当然他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很明确回答。因为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讲到这块，其实卡达也是非常临时去承办这个赛事，所以在很多防疫措施，坦白讲。当时我们在询问他的时候，他说到1月底的一个防疫措施，而且是针对国内赛事，还没有对国外的赛事，所以他们后来是等防疫措施出来的，其实都已经接近要出赛的情况。那这情况来讲，我们跟着郑志荣教练也还有教练团都去回报，还有帕克教练，可是他们在多次在这一阵子其实很密集的一个沟通协调之后，当然是因为协会跟教练团我们共同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让球员跟教练能够在完全所谓的安全或是没有疑虑的情况之下的出赛，所以教练团的评估除了是人员的不足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在防疫的方面来讲，在当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的担心的点。